照顧者認知系列，焦慮本身並不是疾病，焦慮唔係疾病，而係一種正常，甚至必要嘅情緒同埋保護機制。只有當焦慮長期過度，嚴重干擾功能嘅時候，先會被界定為焦慮症臨床疾病。焦慮係保護機制，唔係缺陷。進化同埋健康心理學都指出，焦慮係身心對威脅同埋不確定嘅預警系統，幫助人提早準備，保護自己免於危險。醫管局同埋多個心理健康機構亦強調，適度焦慮係與生俱來嘅正常情緒，就似警鐘一樣，提醒我哋面對考試、工作、人際衝突等壓力源。常見謬誤一，將所有焦慮都當成病，好多宣傳同臨床語言把焦慮同焦慮症等同，令公眾以為只要覺得緊張不安就係有病，就係要醫。但專業資料清楚指出，短暫情景性嘅焦慮係普遍經驗，只係情緒反應，並唔等同精神疾病。焦慮症診斷通常要求焦慮強度過高、持續時間長，伴隨明顯身體症狀，仲對工作、社交或日常生活造成功能損害，先會被視為疾病，而唔係單純有焦慮感就算。常見謬誤二，只用藥物斜線醫治角度處理。好多專業同機構宣傳焦慮時，焦點放喺疾病、症狀、治療、藥物加心理治療嘅框架，強化咗你壞掉咗，要被修理嘅隱含訊息。呢種單一醫療框架容易忽略，焦慮往往同壓力情景、社會環境、關係互動、信念同價值觀有關，而唔係淨係腦袋化學物質出問題。所以亦都需要生活調整同心理成長層面嘅回應。常見謬誤三，將無焦慮當成健康指標。好多人以為健康等於冇焦慮，於是焦慮一出現就急住壓抑、逃避，甚至用藥物快速壓低任何唔舒服嘅感受，長遠反而削弱對壓力嘅調節能力。心理學同健康心理學嘅觀點指出，情緒係內在適應信號，能辨識、容納、調節焦慮，比完全冇焦慮更接近真正嘅心理健康。因此，我哋要認清咩係自然焦慮，咩係焦慮症。若果不小心，我哋會過分對待自然嘅焦慮情緒。